全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美国总统的当选人 Trump 伊也开始公布政务官的提名人选，其中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捌做过移民局长的霍曼。另外，Trump 也证实讲会甲2019年版讲过，动用联邦执法能力，甲大量非法移民赶走计划。未来呢，伊要提交予国会通过了后，就要来实行。针对这2年来美国两大政党争论未衰非法移民的问题，共和党伫当时提参众两院多数了后，川普进前公开宣布，要宣告全国紧急状态，各动用移民局等联邦执法单位，配合各州警方大规模处理非法移民，各将因赶出境。必要时阵也会动用联邦军队，包含伫陆地协助执法单位，加为海上防止偷渡客等等。NBC 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先赶走对象包含非法入境的中国籍1名查甫人。事实上，川普伫顶一摆总统任期内底，都将这项计划列为重点。My plan expedites relief for legitimate asylum seekers by screening out the meritless claims. If you have a proper claim, you will quickly be admitted. If you don't, you will promptly be returned home. And if for some reason, possibly political, we can't get the Democrats to approve this merit-based high-security plan, then we will get it approv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when we take back the House, keep the Senate, and, of course, hold the presidency. 我伫川普顶届总统任期代理移民局局长的霍曼伫非法移民问题顶悬，甲川普同款是做鹰派，也是川普重回白宫了后，被提名负责边境安全的最高指挥官人选。另外一个得到川普介意的是前任威斯康辛州众议员达菲。伊被提名做运输部长，达菲为2019年到2018年连任各界众议员。卸任了后，转去电视圈发展，主持福斯电视台的财经节目。达菲对川普严管非法移民的政策是正赞成，也伫众议投票支持相关的立法。伊是为国防部长被提名人赫格塞斯了后，搁一个可能入阁的福斯新闻网的主持人。公司新闻7家人朋友。